第四嘅係唔使講係咩啦？第四個唔使講。隔離嗰條都唔抄喎，即係我兩條都唔抄。你要喺部分啲資料先黐住啊！依家都 OK 啊，頭三名。第八邊嚟？啊！第八先好勁喎，好犀利喎！好實力㗎。啱住得㗎啦，到尾啊咁啊！我哋啊？係啊，尤其是今日我哋呢個大選裏好似有隊制隊啦嘛，三線啦，第四個第四啊！大隊啊，辛苦睇你哋啊！好靚啊！建築師冇靚，真係嘅。四